立法院会三读通过5月初一劳动制改造全国拢休假，固定假日增加4天，包含教师节、公复节、行宪纪念日甲29暝就1天。美国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宣布，未来20年会把99%的财产拢管出来，大概是2000亿美金，用来救济弱势。福建话面临消失的命运，马来西亚一群少年人发起讲福建话运动，应用台湾的台语罗马拼音系统建立英语资料库。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新闻头起先，就来看立法院会今日三读通过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5月初一的劳动节本来是干那劳工休假，这阵是改做全国拢休困。另外，固定假日嘛有增加4天，包含教师节、公复节、行宪纪念日，也有29暝种1天。总统公布了后，就会开始实施，所以讲今年应该就会当加休着3天。纪念日及节日实施条例制定通过。立法院韩国瑜一个公路去，确定全国同胞放假日期增加。立法院会初9经过表决，三读通过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甲5一劳动节改做全国放假，固定假日新增加28暝。9月28教师节，10月25台湾共和假金门古宁头大节纪念日，12月25行宪纪念日定4天。伫轨路上访问民众，有人是真欢喜，也有烦恼，但是做袂完，也毋嘛是着处理。太突然了，太突然。对，从天而降5天假期，很棒。就是两面啦，就是一面会觉得好像假变多了，但是你事情做不完，还是自己要找时间处理这样。因若高中生有人感觉讲应该放更加侪假，也有人认为讲加放假并无解决这劳工工时相长的问题。放假当然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深究的是更深的劳权问题，而不是只有放假而已。我觉得放5天有很多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每个月都要放5天才对。表决决定，在野党立委也先假互民众拒绝费官伤过操劳。民进党是靠西国民党乱定假日救罢免。因若10年来一直要求政府行7天固定假日的劳工团体，是对投下赞成票立委表达感谢。不过也指出，新增加4+1固定假日，比红减掉的7天，敢若退回一半加1天。台湾劳工工时太长的问题，我们政府始终没有来做解决，就应该透过法案的方式来让劳工真的可以增加休息。现行纪念日甲节日实施办法经由修法提升法律位阶，变做条例，民众多数是感觉欢喜。工商协进会讲理解社会期待，不过会对产业带来挑战，呼吁政府建议配套做法。另外，工总是讲会加强产业自动化升级，增加更加侪这个 AI 智慧化系统。大家要多休假就多休假嘛，产业自己要去想办法生存下去嘛。三读条文也明定，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实施日期对总统公布日实行，全国民众尽可能下半年会使加放3天的假，包含9月28教师节、10月25公复节，也有12月25的行宪纪念日。记者综合报道。一礼拜就是母亲节，不过天气煞是无介好，因为黄圣号的方面日拜6礼拜全台湾拢会落雨。另外，这礼拜因为透东北风，温度是比这几天啊搁加10度左右，天气就要到后礼拜2才会较稳定。5月第2个礼拜日，5月11就是母亲节，可能侪民众有打算要出门行踏，不过气象署提醒讲，因为受到黄圣号方面的影响，各地对拜5暗开始翻天，方面接近台湾北边的海面，到拜6礼拜方面入来，全台湾的雨水真高，嘛就要注意地延时的大水河。在明天锋面影响，全台湾各地都会是降雨比较显著的状态，尤其是会有局部的豪雨发生，那各地也都会是容易有大雨发生的情形，并且在对流旺盛的时候，我们不排除会伴随雷击以及强阵风，尤其到了11号，锋面还是在持续影响台湾。气象署表示，水汽要到后礼拜2才会减少，主要是山区过道较会落雨。另外，在气温的部分，8日方面通过，台湾受到北边高压的影响，会吹东北风，所以各地嘛会翻冷。但是以拜5各地高温30几度来讲，到拜6拍算会降10度。锋面移动到南边之后，台湾附近是转成偏东北风为主，因此中部以北宜兰花莲都会是有明显在转凉的天气形态。到了11号，
高温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可能是只有22到24度，南部地区可能到26度左右而已。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礼拜透早的时阵会较凉冷，亲像北部和宜兰花莲低温大约是19至20度，也那中部是21度，所以民众都要随时注意天气来脱衫。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罗马西斯汀教堂因动庆出白烟，这也代表讲新教宗已经选出来啊。这新的教宗是今年69岁美国枢机主教普瑞佛斯特，名号是龙14世，是头一个美国籍的教宗。伊这个名号当中的龙字代表坚定的精神。龙14世嘛已经出面公开发表演说，讲望建立对话桥，追求和平良善。也那这回参与会议的枢机主教有80%拢是前教宗彭济国任命的，所以讲众人认为讲这新教宗龙14世是会延续彭济国的改革路线。在枢機主教普瓦聲迎接之下，新任教宗龍14世到西斯汀教堂內面一個人祈禱。美國一位樞機主教普瑞佛斯特當選第267任教宗，成為第一位美國出身的天主教領袖。美國總統川普講，這是美國的榮耀，正期待甲教宗見面。What greater honor could there be? And we were a little bit surprised, but very happy. It's just a great, absolutely great honor. 69歲普瑞佛斯特，1955年在芝加哥出世，自細漢就做輔祭。1982年晉封神父，1985年去秘魯，並且定期回去美國，在伊的故鄉擔任長區的教父加修道院長，伊有秘魯的國籍。當地人對伊記憶誠深，認為伊是為關懷弱勢族群，砥礪一個教會團結的牧者。伊捌在秘魯西北部做教堂的神父，加神學院的教師，時間有10年。伊所選用的“龍”這個名號，是歷任教宗內面使用次數第4最，代表着堅韌不拔的精神。Most importantly, it tells us that he is going to continue a tradition of Catholic popes not hunkering down, but instead going out to the world and listening to the world. It's not to tell the world that Catholics are better, but it's to listen so that Catholics can bring their unique wisdom and their unique beliefs into the most difficult situ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雖然伊佇個秘魯做總主教的期間，無法度片面的會甲教會內面的聖經的條文牽涉到，因過伊的教區堅決否認伊捌參加安監的行為。即便參加秘密會議的樞機主教內面，有80%是由方濟各任命，普雷佛斯特的當選也被看作是延續方濟各的改革路線。公視新聞陳玉玲編輯。美國微軟的創辦人比爾蓋茨是宣布講，未來20年會甲99%的財產攏管出來，大約是2000億美金，用來救濟弱勢。一旦20年過後，就甲名下的慈善基金會關起來。The legacy I dream about is that when people see the word malaria, they go, "What was that?" 微軟創辦人現年69歲，比爾蓋茨名下基金會過去多年以來，關注1000億美金，在國際間進行健康、醫療甲發展這項目。7月伊佇紐約卡瑞基大廳，伊閣宣布未來20年會捐出99%的財富，換算起來相當2000億美金的資金，繼續來幫助弱勢善者的人。蓋茨佇家己的個人網站引用世界鋼鐵大王卡內基1889年所發表的文章，內底講到好野人有責任將財富回饋予社會。蓋茨講無希望弱勢對家己的評價是過身時真有錢。這全球排名第5名的大好野人，接受媒體專訪時問到講，伊進前批評即將政府效率部的馬斯克，大幅度來削減美國國際開發總署 USAID 經費會害死囡仔的評論。蓋茨進一步講。這害死幾啊百萬的囡仔，大家一定無法度想到講世界上上界有錢的人會做這種代志。I think Elon, hasn't been out in the field and met these USAID workers like I have. I think it's heroic work and. 蓋茨計劃在2045年年底提前把名下的慈善基金會關起來。媒體甲蓋茨佇慈善工作投入的經費，經過通貨膨脹調整了後估算，這筆善款將是史上上大的捐贈之一。伊的總捐贈金額也超過洛克菲勒、卡內基這歷史上有名的企業家。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
印度甲巴基斯坦起冲突局势当紧张，印度总理莫迪除了切断两国边境的溪水供应，佮开会检查战备状态。伊嘛指控巴基斯坦的部队一直伫咧边境发动攻击，不过巴基斯坦是否认批评印度的变故事。印巴两国伫南亚大陆各有协武久长年敌对的国家，最近发生20多年来上严重的互相攻击。这边暗车连续第二天，印度控诉克什米尔边境真侪军事基地，佮起无人机甲飞弹攻击。不过巴基斯坦随回应讲，印度是伫骗故事。It is such a fantastic and cooked up story. You can just laugh about. I'll ask few questions on this. The first question is, is the Indian government and the armed forces, are they living in 18th century or 21st century? Because in 21st century, every projectile leaves a digital trace and signature. 巴基斯坦强烈否认攻击，佮向 CNN 表示，到即卖因无向印度发射任何飞弹，也是派遣无人机进入印度领空。因只是沿印巴边境实际控制线，拿查75至80台印度战机，其中5台好拍落来，另外佮甲29台无人机拍落来。印度是讲因已经摧毁巴国拉合尔的防空系统。It has been reliably learned that an air defense system at Lahore has been neutralized. 目前，印度已经下令所有的现役军人暂停休假，取消去欧洲的印度总理莫迪，侧边嘛召开政府会议，检视备战的状态。It is not our intention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However, if there are military attacks on us, there should be no doubt that it will be met with a very, very firm response. 虽然双方强要拍起来，不过巴基斯坦政府高层消息人士甲 CNN 讲，巴基斯坦目前当地为外交协商保留空间，并呼吁美国运用卫星对印度讲气候飞弹攻击进行查证。虽然美国国务卿鲁比欧分别甲印巴两国通话，想要缓和局势。不过副总统范斯说讲，美国未卷入基本上甲美国无关系的战争。公司新闻翁如梅编译。因那乌克兰甲罗西亚朝廷战斗打无进展，美国总统 Trump 是讲有考虑要请中国插手到协商。Trump 嘛提出叫因着无条件停火30天。因那同一个时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甲罗西亚总统普京见面会谈，强调讲会坚定战略合作。Mr. President, will you be asking China to help you close, the gap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I think so. Yeah, I think it's a natural thing to ask. 美國總統川普特別喺白宮辦公室內底透露，對俄俄協商停戰協議會考慮請中國到3天。另外，川普閣喺社群平台指示社群，向俄羅斯甲烏克蘭提出唔望雙方無條件同意停火30天，嘛希望雙方攏會當尊重停火協議，若無美國會做進一步嘅制裁。而烏克蘭同一天除了慶祝地戰勝利80週年，國會閣通過4月底甲美國簽嘅抗戦協議，內容明確嘅表示，美國甲烏克蘭共同設立嘅中建基金頭前10年所謂收益會用喺烏克蘭國內項目加基礎設施嘅國際投資。對俄羅斯總統普廷近日捌宣布，為咗慶祝地戰勝利，為5月7日開始對烏克蘭單方面停火3天，不過烏克蘭東部戰線俄軍有關一直受到攻擊。Як говориться зараз за цих 6 годин, я бачу по стрімах, все одно піхота лізе. Пару якихось вибухів я чув. 7 годин 46 хвилин перемир'я, вже було 3 прильоти, тож я... 俄俄雙方互相指控對方違反停火協議。俄羅斯講俄軍違反協議488屆，有2屆想要衝破俄羅斯西部庫斯克地區嘅邊境。烏克蘭外交部長是表示，俄軍受到500多屆攻擊，蘇美加赫爾松地區兩個民眾死傷。甲烏克蘭無共，俄羅斯是喺7月舉行慶祝地戰勝利80天，喺莫斯科廣場舉行盛大閱兵儀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領導人除了出席儀式，前一天7月甲普廷會談嘅時陣，就明確表示，只要中俄堅持戰略合作，任何力量都無法度阻擋世界多極化加經濟全球化時代潮流。普廷嘛承諾會喺9月去訪問中國。公司新聞是董炳耀。咱國內消息，
高雄今日中昼12点半左右，未少所在跳电，有民众是掉伫咧电梯内底，台铁的电楼梯嘛向顶起，科技园区嘛受到影响。台电是表示，是在变电所新电缆接系统的时阵出问题，才会跳电。中段时阵，高雄捷运凤山国中站出入闸门无法度感应，连这电动的楼梯也停起来，民众只好用行的行落去，一寡设备暂时停机。车站设有备用电力，不影响列车行驶，但跳电的状况造成部分捷运车站设备短暂停机。高雄火车站也有相关情况，站内电动楼梯拢停起来，维修厂商来检查，研判是台电电压向降降落来，电动楼梯启动安全的机制暂时停起来。手扶梯是坏掉吗？还是怎样？是都坏掉，只是知道它电梯都不会走了。三明区杨某一个大楼有3位民众掉伫电梯内底20分钟才有法度出来。第一站跳电状况出现伫初九中昼12点半左右。台电调查时，电线故障造成的，包含前镇南仔溪科技产业园区，也有南科高雄园区也受到影响。初步统计，前镇科技产业园区有17间厂商受影响，南仔溪是22间，甲财务重大财务损失。新设16万1000伏10号的汇流排联络电缆要加入系统作业。那在加的过程中，因联络电缆故障，场内设备受影响跳脱。高铁高铁自来水甲其他大用户相关受害，台电系系列嘛要调查原因。只是西南风降沉影响南部真侪所在，天气真烧热。屏东山地门一度出现37.6度的高温，这年来天气强行后，用电中的欠管是毋是稳定供电，也正最重要课题。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双北世宗运5月17开幕，即阵伫咧松山文创园区受办博览会，展示医疗科技甲运动体验，而且民众可以当看到历来世宗运的文物甲资料。大声喊体育运动选手加油！愈大声，选手攻出去的球就会愈远，比赛就会愈精彩。挂手套甲 VR 目镜，亲像真正咧拍木星同款，对电脑内底对手直直出来甲争，互民众体验比赛刺激。另外，也有体验拍篮球，看啥人会使伫上短时间内投入上侪球。这个体验活动，拢是台北市政府推出的世宗运博览会展览活动。除了会当亲身体验以外，阁有头摆对海外耍来台湾的世宗运官方文件。甲历史文物参影片，上特别的是一张2005年加拿大报纸头版的相片，有出现台湾的会旗。特别呢，跟加拿大的这个丝状运的总会有商请来把过往的这些丝状运的文物都邀请到台湾来。那这边展出呢，有包括以前的火炬，还有以前的这个奖牌。因为是世界壮年运动会，参加运动的选手年岁较大，所以展览区内底也有设置的智慧健康体验园区，结合 AI 技术甲智慧医疗设备，有电脑化的中医诊码，参看喙齿诊断健康状况。世宗运的选手会使透过智慧系统提供的数据资料，了解家己的健康。有阻塞哦，放支架，或是有什么那个来做推测，那也可以推测说，你的这个血管的年龄是如何。好，那我们针对这2项重点来针对，让那个选手来做一些体验。2025年双北世宗运5月17就要开幕，台北市政府伫松山文创园区举办世宗运博览会，予民众参观，内容对运动体验到医疗科技拢有，鼓励台湾民众来参观。除了参与世宗运，也希望时到会当做伙来替国内外的选手加油。记者柯永哲台北报道。国内外有甚物重要消息，咱做伙来看。头起先先来看高检署检察官黄锦秋和新北地检署检察官王道之是去互亚康讲，要走去专门洗钱郭德敏经营的800会馆接受交代，2个人是去互检察院担刑。真正黄锦秋已经去互律调检察官的职务，王道之当时去互发薪水3个月，大约是45万，也会当上诉。接落来看这外送平台 Uber Eats 是公布外送员薪水的调查报告，指出讲这外送员平均1点钟的薪水是270块。不过工会是批评讲，这调查并无把等定大的时间成本算入去，呼吁都爱定一个外送产业的专法，保障外送员的权益。
上尾来看，今年是开始扣放恶势2.0，不过说是有民众收到税单的时阵，发现讲有独立宽松的停车位，竟然嘛去互认定讲是伊的名下加一户非自用车家，有民众是因为安尼就爱加入几千块的。说落来，咱来看这福建话甲咱台湾台语是真相话。过去是咱东南亚华人之间主要共同语言，嘛，即阵算是面临消失的命运。马来西亚有一群青年人是发起讲福建话运动，进入社区录音，佮应用咱台湾的罗马拼音的系统，建立因家己的语言资料库。咱来看公司的国际记者伫咧马来西亚的报道。会馆的有，就台湾讲的。其实我袂晓。这是马来西亚槟城偏向漳州腔的福建话，伊甲台湾台语真相像，毋过结合马来语、英语甚至是泰语，体现多元文化独有的风貌。毋过，这款的语言当然快速消失。马来西亚出现的问题是，甲台湾拄到的这个问题是相像，伊就是受到这个中国汉民族主义的影响。今年台湾甲新加坡拢推行讲国语的运动，马来西亚嘛跟着安尼做，福建话就安尼为校园甲公共空间豆豆去用排毒。所以新加坡就看到台湾伫做嘛，吼，伊本抄咯，吼，伊抄，然后马来西亚看到新加坡做，吼，马来西亚本抄咯，有当家的拢总是用华语来教，吼，这是错的。你看到一旦教育媒介一换咧，有当学生的语言的倾向哦，伊就换去啊。甲母语压落底变做方言，囡仔自然就无阁使用福建话。有的学生伫校园内底讲母语，甚至会去用发写、红记稿。大家可能觉得说，哦，如果你是讲方言的话，那方言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粗鄙或粗俗的语言。老师发问、那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要以中文为主。那如果你以方言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可能会有被罚抄、被记过，会有罚钱这样的情况。由比邻福建话协会发起的讲福建话运动，用录音大量收集新马地区的福建话。应该吼，甲人做过来吼，你都爱10基路啊，咪做油煎啊，恰，还放迄基路讲。而且使用台湾教育部开发的台湾台语罗马字拼音，甲所有的语音拍做是文字，建立家己的语言资料库。迄连泉州音本会拍做。唔干那是下门音，咱槟榔嘅即个碗啊，唔是啦，碗啊，本排出嘛。巴生嘅时候讲去倒落去，吼，也去坐落来，坐安怎拍，吼，下门是无嘅嘛。台湾教育部改做了即个拼音方案，真好用，咱就摕来用。语言要活着，就必须出现在生活中。与其让父母教导，学校与政府更应该承担起更多责任。为体育课等较简单的科目开始，用福建话来教学，改变教育政策，豆豆扩大福建话伫公共场所使用的空间。公司国际记者刘婉珊，马来西亚槟城报道。飞行车上计明年初就会当量产。欧洲国家斯洛伐克是表示，因当地公司开发的 Air Car 推出新的版本。广告讲300公尺长的跑道就会当起飞，一只是按算要卖60万英镑，合台票2400万。因为 AI 技术这几年真侪间厂商研发车用自动驾驶晶片，毋但用伫路上，也阁有真侪间公司往天顶伫研究，互未来科技发展会真快。斯洛伐克交通运输管理局是讲，2022年是乌克兰因元件公司的飞行车原型 L 卡适航证书，延伸的动力是由 BMW 提供，只需要300公尺长的跑道就会当起飞。这台双人座的飞行车佫杀出上新的版本，并且会伫2026年初开始卖，价销伫60万英镑，差不多是台票2400万。You can pack your aircraft in your garage, and then you can go from A to B without needing any taxi, etc. So I'm expecting a great demand. 克莱因元件公司表示，因的头一届起飞是2021年，9目前已经飞行将近170点钟，起飞甲降落的次数嘛超过500届。而且伊的飞行延任为280匹马力起跳，上悬会当达到300匹马力，这代表飞行的时速会当达到170公里，飞行距离有1000公里。
另外，还佫会当加紧徛伫移动的速度。根据克莱因远景的介绍，L 卡伫2分钟内就会当为汽车变做飞机。不过专家是讲，因为是陆空两用的交通工具，唔是有汽车驾照就会当上路。There are many complications. Obviously, a person flying it needs a pilot's license. That's very different from an Uber driv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Next, of course, is you've got to have the appropriate levels of airworthiness certification. 航空分析师是解说，为着要达成陆空两用的愿望，飞行车的设计一定是爱做调整。下飞的车可能唔是一台性能特别好的汽车，而且一旦飞的飞机嘛无代表真好开。所以飞行车的迷众爱有心理准备，可能无亲像因所想的遐尔厉害。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